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黄金。21世纪经济报道昨天刊登一篇报道，叫突然暴雷，总部被封，有人全家被套超1200万元，前员工哭诉所有钱都投进去了。一看，这就是一个关于黄金投资的悲惨的故事啊！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昨天一篇报道，叫知名黄金机构疑似暴雷。我记得前几天的节目我介绍过，但是那个时候是网上一些传言，那今天是正式的报道，那这个事情恐怕是千真万确了。知名黄金机构跑路暴雷，多少人血本无归。日前，多名网友表示，黄金综合服务商浙江永坤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永坤黄金）出现兑付异常，无法兑付也无法退款。根据这个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说法，这个永坤黄金的黄金买卖业务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但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大部分时间黄金并不在投资者的手中。这种经营方式被称为黄金托管模式。有业内人士表示，这种模式下，金店可以一金多卖，容易发生挤兑或者资金挪用风险。这个在前年北京不就好几个金店暴雷吗？都是这种模式。你买了黄金之后，黄金你不拿走，放在他那儿，他给你这个返利，这个黄金是你的，完了之后他每个月还给你年化，比如3%、5%返利，这不就是庞氏骗局吗？黄金你不拿走，但是你把你的钱交进去了，你拿走的是一个条，这不就是个理财产品吗？怎么爆的雷呢？我推测一下，当然了，也有可能这个机构他把大家的钱挪用了，转到海外去，或者投资亏了，或者花掉了挥霍，或者他就正经做没有花掉，他要用于开店、房租、员工工资正常运转。这个时候黄金价格在涨，有一些投资人心里痒痒，拿着小白条来说我要把这黄金卖掉。那卖掉，你想想，你当初交进去的才2万，你现在拿走了拿3万多4万，去赎回的人多，买的人少，往里交钱人少，那不就是庞氏骗局吗？他就会暴雷，因为他毕竟还有成本，他要维护，完了之后他还给你付利息，完了之后他那个钱他在哪儿生钱去？他就是投资。所以说暴雷我不敢说是必然，那这可能性是非常大呀。黄金越涨越容易暴雷。那有人就说了，那我把黄金拿走，那这骗局更多了。你拿实物黄金，你把实物黄金拿走之后，你离了店，人家可就不管你了。完了，到时候你再卖的时候，回收一打开，说里面有杂质，是包铜，上面生锈了，你说谁负责啊？你找谁说理去啊？黄金搁家里还会丢，容易招贼。我们再看看这个21世纪经济报道怎么说的，他说标榜稳赚不赔，有人全家被套超1000万。据红星资本局报道说，李女士表示，她在永坤黄金线上商城投入接近40万元。据悉，在该平台买金后，不能立即提取黄金现货，要等28到365天，就是要等1个月或者是12个月之后，可以选择提货、直接卖出或退款。你看看，从商城平台展示的业务流程图来看，不论何种操作，也不管金价上涨还是下跌，投资者几乎是稳赚不赔。稳赚不赔，那就是98%都是骗子吧？还有2%不是骗子，那就是直接抢啊！李女士表示啊，5月20日有朋友提醒她，永坤黄金线上平台可能出现问题，她立即着手处理，但无论是退款还是提货申请，都处于待审核状态。5月26日，永坤商城商品清空，客服电话关机，那就是跑路，提桶跑路，所有商品均下架。陆女士则是从永坤商城线下渠道购买的黄金，她表示全家合计投入约70万到80万元。你看看这玩意上瘾，只要他第一笔投资他没有赔掉，那他后面就会路径依赖再加大，就像低保老人一样的，得不停的加仓。线下买金本质上是一个黄金转租合同，该合同附带一份黄金保单。陆女士称，她从永坤黄金加盟店处购买黄金，然后将黄金转租给永坤黄金品牌方，也就是那个黄金还在那个永坤手上。你说这玩的，为了赚钱可以说是绞尽脑汁。永坤黄金每年根据购买黄金的时的价值计算一次利息给陆女士，总体年化收益7%左右。你看看，终于又变成一个理财产品。另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有投资者和家人分批分次购买黄金理财投资产品，合计1230万元，越陷越深了，年化7%嘛。等到记者去现场的时候，发现总部货梯通道被封，前员工说所有钱都投进去了。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5月30日
在永坤控股总部其7楼货梯通道已被封锁，门上贴着封条，封条上写着2025年5月上海永绿置业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永坤控股的自家员工也买了黄金。一位永坤控股前员工带着哭腔表示，现在不仅工作没了，家里所有钱也都投了进去，还欠着款。天眼查显示永坤黄金的经营实体为浙江永坤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实控人为汪国海。除永坤黄金外，浙江永坤控股有限公司还投资多家黄金相关公司。5月23日，永坤黄金和浙江永坤控股有限公司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通过登记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也就失联了。5月27日，杭州上城区经侦队确认此事已立案，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中。据红星资本局报道，永坤黄金出具了一份保单，保险标的是投资者继承的黄金资产。截至4月28日，永坤黄金在保黄金资产至少有41亿元。陆女士表示保单出具时，加盟店给出的说法是什么都保，后面才发现这份保单只对黄金因遭受火灾、爆炸、雷击等客观事件造成的损失承保。这个也是高级黑，这是黑色幽默。爆炸、火灾、雷击是伤害不了黄金的，难道没听过一句话吗？真金不怕火炼，越是真的黄金越不怕火灾。你不要防自然灾害，你要防的是人呐，人家调包计。陆女士表示，她敢在未见到黄金的情况下付款，正是因为这份保单，即实物黄金是得到保险公司背书的。你看看，这是抓不住冬瓜要垮瓢，想讹保险公司没那么容易。这保险公司上面的条款，对吧，处处都是坑，何况你要保黄金，对吧，遭受火灾，那保险公司是稳赚不赔。但有财产险业内人士表示，在为财产出保时，保险公司不必实地核查财产。此外，即便保单中显示有特定数量黄金，但这并不保证这些黄金事实存在。保单中载明的黄金数量只是对保险公司承保的数量做出约定，所以说你跟保险公司去掰扯那个条款，你这不是叫自取其辱？那条款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大家还记得吧？武汉有一家黄金珠宝公司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总之搞了120多亿的假黄金放在银行，拿银行的存单这假黄金去融资。那别人为什么相信他是把假黄金当真黄金？因为他骗的都是基金，还有很多上市公司保险公司很多银行给他贷款。之所以能让这些人上当受骗，就是因为他利用了一张保单，那张保单的保额就是100多亿，太会玩了，移花接木。他把保单拿出来的时候，那些投资人一看，嚯，保险公司都已经说了200多亿，对吧？银行里也有证明说确实东西在我这儿，抵押在这儿，那我就借钱。结果暴雷这个银行去把他的黄金拿出来要处理，结果发现全是假的。咱们节目也介绍过，这名字我忘了，他用的就是保单。关于黄金的这种诈骗，对吧？这种骗局数不胜数啊。另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金狮律师事务所证券和投资基金法律事务部主任表示，非金机构不得开展黄金投资业务，且不得做出保本承诺，实物黄金类也不得出现保本字样。高收益理财承诺如年化8%多为骗局，需警惕实体背书加人头返利模式涉嫌传销、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行为。说实话，我们说极端一点，只要保本年化超过4%的，你基本上都是骗局。他保证你去琢磨，如果谁能保本保证年化4%，那你想一想，你现在从各个银行撸的消费贷、小微企业经营贷，那什么贷款，那都是2点几，你把这撸出来，马上就投进去，你空手套白狼，净赚1点几，什么概念？爽歪歪，什么都不用干，空手无本，为什么不去做？这个永坤黄金那是正式宣告，暴雷的黄金机构又多了一家。我刚才已经说了，金价越涨越容易暴雷，就是因为有人，你看他把那个黄金存在那儿，第一个他已经赚了利息了，已经赚了理财的收益，年化7%。第二个，他的金价又涨了，他要兑现，落袋为安。这样的人越多，你说这个什么黄金的这些机构，他哪有钱兑付？现在黄金价格又高，买的人又少了，大家就认为这个金价高了，风险比较大，买的人少，兑付的人多，只有暴雷一条路。这家永坤黄金倒是割韭菜不分你我，自己的员工一样的割。高盛他又发表预测，对黄金价格的预测，高盛预测到明年中期金价
将达到4000美元每盎司，黄金比比特币更具有对冲作用。高盛发表报告，预测到明年中期金价将达到4000美元每盎司，认为相较比特币，黄金将是更安全的对冲工具。高盛认为，绝大多数可用的黄金储备已经被开采，在供应短缺以及通胀忧虑下，需求增加，为金价上升提供动力。高盛全球大宗商品研究联合主管表示，在过去数年，比特币的回报率高于黄金，但波动性亦更大，对下跌也更敏感。当市场风味积极时，比特币及股票往往表现较好。说因此在对冲股市下跌方面，黄金作为避险资产，较比特币更有效。这是高盛的观点，认为明年6月份，明年这个时候，黄金的价格要达到4000美元每盎司。那现在才3300多吧，反正还有20%多的空间，30%。但是即便高盛说的对，这玩意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也是应该敬而远之，因为黄金跟我们普通人没什么关系。经济学家马关远他在一个节目中，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黄金涨幅和大多数普通人没有关系，每个人赚到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就可以。黄金本身的价格由全球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决定，这一轮金价上涨主要是央行来推动，全球的不确定性引发央行减少对美元的储备，增加了对黄金的需求。大家看视频。黄金跟你没关系，不管你错过多大的，都跟你没关系。所以我不知道有些人捶胸顿足的，好像自己错过了什么，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能抓住吗？你仍然抓不住。首先，我就告诉很多普通人，黄金跟你没关系，黄金涨到多远跟你没关系。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每个人都必须赚他认知范围内的钱。你对黄金了解多少？你对这个市场了解多少？所以你不要说到黄金涨上了以后，你回过头看，好像你错过了什么，跟你没关系。第二点，当黄金下跌的时候，你也要搞清楚，真的是到底了吗？决定黄金价格的因素究竟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普通的人真的应该去学学巴菲特。巴菲特从来不碰黄金，他认为这个东西不产生收益啊，我买了它以后，我还得保管它，我还得弄个保险箱，我还得把它放银行里边，还得给银行支付保险费。这个东西本身它的价格是由全球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决定的，但是这种不确定你是没法预计的。既然没法预测，他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第三个，黄金的定价究竟什么来决定？那这一轮黄金的定价的逻辑完全跟过去不一样。这一轮黄金定价主要是央行来推动的，这在过去从来没有过。过去黄金定价的原则基本上是市场来推动的，这一次是全球的不确定引发央行减少对美元的储备，增加黄金的储备，对黄金的需求导致价格到这么程度，再加上全球各种各样的动荡导致的。这种动荡究竟会怎么走？你能看懂吗？你是看不了的。所以我在这里就提醒很多人，你能赚的钱就是你能够认知到的钱，每个人只要把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抓到就可。金价的波动，这韭菜很难把握。你说它涨，你说它跌，这根本你掌握不了。第二，你也影响不了，没法判断。但是毕竟有一些人，他投资黄金，他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他觉得人民币或者是美元都不踏实，买黄金放那儿，有这样的人。我在以前节目说过，这黄金它不是个好的投资品，尤其是在中国，你连股票都玩不明白。你们看股票有证监会管着，有券商，有会计师事务所，还有背书的，还有独立董事，还有你看上市公司乱来还要抓他，就这么一个标准的这么个市场，大家都玩不明白，在里面被人割韭菜。你说黄金这玩意那水太深了，你都不能保证你买到的那黄金到底是千足金还是什么，你就是从银行买出来的都有争议。那前不久不是说那个工行那个黄金不就搞出一个舆论风波吗？谁的值得信赖啊？你说我不买实物黄金，我买这种黄金的这种合同，把黄金再放那儿，你看永空黄金暴雷，没有办法。5月30号前天啊，每日人物也刊登一篇文章，他这文章更有意思，说金价再破1000元，就是各个金店黄金的价格涨到1000元一克，说第一批追高黄金的年轻人已经亏麻了。5月29日，国际金价反弹，现货黄金涨 0.96%， 达到了3318美元每盎司，黄金期货涨
0.61%，报$3343每盎司，这让此前追高黄金亏麻了的年轻人又有了新的盼头。清明节黄金大涨后，许多年轻人在高位梭哈，却没想到此后金价一路暴跌。对此，有人选择高位割肉规避风险，但也有人继续持有。黄金投资者徐某表示，自己一定熬得回本，要是跌到每克700元以下还会补仓。另一位黄金投资者魏某则始终认为黄金会涨回来，毕竟历史上只有2013年、2014年黄金一直在跌，其他时候都在涨，尤其是在大环境不稳定时，他更坚定了长期持有的决心。不容易，一条道走到黑。最后我们再聊一聊胡一静老师。最近网上不是流行展示自己怎么存钱的视频吗？什么6年存60万，还有的是3年存10万。胡一静老师也关注到了，胡一静老师专门写了个微博，他说老胡看到的男生博主多一些，比如用几年严格限制个人消费存出60万。他说不排除有的视频是为了引流，但他们能在网上走红，很多年轻人缺少安全感是重要原因之一。毫无疑问，这种现象就这种视频在网上很多，这个是有人策划的。MCN 机构他们自己写的文案，完了之后到处乱卖，很多拍短视频的，你们就照着拍演。所以说你看到的视频恐怕是假的，拍那个视频的博主啊，出镜的那个人恐怕连600块钱存款都不一定有。但是他这个事情反映的这个事情，那肯定是存在的，也很多人都会这么做。所以说有的 MCN 机构他专门就干这事，他搞一个文案出来，让大家都来拍，拍的人多了，传的多了，这不变成一个热搜嘛，变成一个话题。但是这种现象肯定是存在，而且还不少。或许是6年存30万，甚至有人6年存100万。胡一静老师说，在非常理解存钱控年轻人的同时，我也想告诫那些年轻人，这样的存钱方式太被动了，对生活的不确定性过于防守了，并无助于未来安全，影响反而可能是负面的。他说30岁左右就这么努力存钱，形成一种执念和习惯。而且我看到几个例子都是男生，他们等于是把自己人生早早关闭了。一种风险是，这种执念和习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固化绝对，到中老年之后可能把自己搞得古怪，令亲人被迫承受。这胡一静老师说，他说我们都需要存钱，但是不要过度存钱，不要让自己和亲人当下的生活受到影响。拼命存钱的人还有一种风险，就是容易在人堆里显得各色，被认为抠门、不合群、不大气。他说这样的人大概率前途会受影响。他说在存钱的问题上，最好还是和周围环境里观念差不多，随大流，不能太执着，更不能上瘾。他说总体看，小钱是存出来的，相对的大钱都是挣出来的。如果一个人想有更多钱，那么给自己创造能够多挣一些钱的机会，肯定要比存钱存这个大数来是更优选。你看胡一静老师教大家劝年轻人，当然了，胡一静老师后面他也写了为什么存钱这个大背景啊，必须说清楚。老胡可不是反对年轻人存钱，他说我们年轻人都得存钱，而且我理解当下那些视频走红，他们背后一些深层次原因。国家要多创造就业，要让全社会普遍逐渐涨薪，重新成为趋势。一个人失去工作，很容易就找到第二份工作，这样年轻人就会多一些安全感，存钱控就会减少。怎么说？我认为胡一静老师他就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他赶上这个时代啊，可以说大部分时候是好时候。什么叫好时候？说从2000年到恒大暴雷之前，当然这没这么准确，也可能到2015年或者2017年，这10几年这个资产的价格在猛涨，资产价格猛涨的时候，你是赶上这个好时候。所以你这个时代你要存钱你就傻，就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北京的这些居民，你只要有套房的，现在你都是身价的至少800万吧，或者500万，也看那房子在什么地方。难道他真的有800万吗？他靠工资他挣到过800万吗？他根本没有，也就是他没有见到过800万的现金。他那800万的资产怎么来的？不就是首付20%买了套房吗？他要结婚，完了之后不停的还按揭贷款，对吧？他买房的时候那房子合着才总价60-70万，对吧？涨了10倍，涨到800万，不都是这样的吗？他这完了还银行的还存款，还这个按揭贷款，还个70万加上利息100多万，他的资产就是800多万了，并不是说他挣现金挣了800多万。所以说反过来说，就是他靠存钱存800万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存钱的就会吃亏，他就必须
须买房，不能存钱，还得花。再加上那个时候工作相对好找一点，你这个感觉是蒸蒸日上嘛，感觉你今天失业，明天就能找份工作，工资恐怕还高一点。在那个背景下，你也不提倡存钱，你要真存你就吃亏。我在以前节目举过这个例子嘛，是他们俩人是同学，都在北京打拼，一个从2000年开始，他就天天看电视，他这个房价要跌，北京的房价居然1000多一平米，谁买得起？他就相信了房价要跌那一盘。然后这哥们儿挺能赚钱的，但是工资还不低，所以他玩命攒钱，让他理财。他并不是存银行，他理财那个时候年化收益恐怕10%、10%几很容易的。那个时候资产都在涨价，所以他就玩命理财，他就不买房。他那个朋友，他同学，他也搞不清楚要结婚，所以说他先买一套房。随着房价越来越涨，他更不买。2000一平米的时候他觉得贵，你说涨到2万了，他可能买吗？他不认错。那再涨到5万的时候，他更不买了。他就玩命的攒钱理财，他最后他手上据说已经滚动有了将近400万。很可惜，他那个朋友啥也不懂的买了一套房，那房子价值可不止400万。你看看，说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就是大环境大背景。那现在是什么大背景啊？现在是东西都在降价，宝马5系以前是50万，现在这要20多万，房价跟以前比，跟高点比，很多地方都已经腰斩了，还在跌。资产在贬值的时候，存钱就管用。10年前你的50万只能买1辆宝马5系，你现在50万能买2辆宝马，天天换着开。现在资产都在降价嘛，再加上这种对未来的预期、安全感、就业等等，所以逼着这些人存钱。我们的社会保障还不是那么完善，万一失业了，谁管你？没人管你。而且这个时候一失业，你就很难再重新找到工作，提前退休了。所以说，年轻人该存钱还要存，只有你存在银行的钱，才能给你一个底气，才能让你稍微从容不迫。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